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30，彼得前书3章10安尼讲，因为人若爱买小活命，搁见着福气的日，就着禁止喙齿无歹，嘴唇无讲鬼客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禁止喙齿无歹，嘴唇无讲鬼客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永活、永存、永在的全能至权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权大，你的权柄充满伫宇宙中，你的信息达到穹苍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伫阮生命的每一天，你拢显出你奇妙的作为，愿要敬畏你、尊重你、颂赞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家己的软弱，因为阮常常伫言语顶面来互人绊倒，亏欠了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伫讲话的过失，清去阮的心，因为对心内所充满的，嘴就讲出来。求你互阮爱惜活命，也伫喙齿禁止无讲歹甲鬼客的话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